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进化呢，就是在这个佛藏当中啊，就这个佛藏呢，就是不管是在世界上就是发生了什么战争也好，地水火风也好，甚至其他的一些这个毁灭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因缘就是发生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佛藏法呢，就是不容易这个毁坏。不能毁坏的原因呢，就是他呢是当时呢以这个法院里这个设置啊，交付于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徒孙啊、弟孙啊，然后呢还给那个开悟的这些弟子们的这个如来藏的智慧当中呢，就是依靠他的不可思议、不可见摧的那种加持力呢，就是进行映彻啊，就进行映彻。所以呢，这些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，就是通过这个生死之后，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，就是不断的就是有一些改变，就是所以原来的那种基因呢，就是会有这个会有变化的。但这个佛藏呢，因为它这个隐藏在这个先空无二的这个法界的智慧当中，那么这种智慧呢，就是随时都是通过他的这个开悟的境界来就是实现出来，而且实现的时候也是全部是依靠那个一些这个空性文字和飘式文字